依家位於秘魯嘅七彩山，透氣都困難少少。依家係5200米嘅高度啊！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呢個七彩山。秘魯嘅七彩山，人生嘅最高點啊！依家海拔5000，睇下先啊，5002米，5002米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仲有再少少，最頂點就係5200米啊！睇下到唔到終點啊？哇！人生新高度啊！仲有少少，係啊，睇人頂，白頭曬，白曬頭都可以挑戰，冇理由挑戰唔到㗎，係嘛？好，再上。呢幾日好彩冇高反。嘗試去香格里拉，有少少高反。今次嚟呢個秘魯都有啲心驚驚。好在，今次冇咩事。仲有少少。今晚要唞唞啊！加油！上！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哎呀！5033度，係高。一覽眾山小，你睇下依家。呢個高度仲有少少到啦，就完係啦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加油啊，到啊！哎呀，上！呢個七彩山再也唔嚟啦！哎呀，一次都驚啊！上，到咗啦！見唔見到啊？到咗啦！哎呀！到。睇下。哦。可以。Lo que pasa es que es verdad como que es al revés, ¿no? Yo vivo en Lavapiés.